来看新竹县竹北市顶个月有一个建案边仔车落垃圾坑，互县府下令停工。不过最近有附近的住户翕到建商偷偷咧施工，按照建商是回回讲，惊即阵落大雨较危险，新家地下室灌浆，保强结构，毋是要恢复施工。针对这款情形，县长杨文科下令全面停工。按照建商伫县内所有的建案，佮执照全部拢爱停止审查。这个靠山门店新竹县竹北风采5日控建案工地黄影影技术进行抽水工程，因为因进前才互附近道路绑落去，被命令停工。当地住户修正翕到防疫建设半暝偷偷咧施工，时间超过4点钟。17日时，工地内底吊车无因汽车，也个暗号车开入工地，现场营造工人向地位检举，工地要灌浆作业。防疫建设声明指，这几天落雨恐惊引起危险，先完成地下室灌浆，进行结构补强，加固基地甲周边道路结构安全，无承接复工。据说是凌晨2点的时候在偷偷的施工。我想这个事情，我们刚才也宣布了，全面停工。同时，因为这个工地已经有检察官在侦办，他没有报一个救灾强检的计划让我们审查通过，理论上我们是不会同意他施工的。那这个部分他已经违反我们相关的建筑法跟所有的规定，我们会再来做加重处罚。干部处指出，防疫建设无提报救灾抢险计划，除了下令全面停工，马上通报新竹地检署调查，也提早停止勘验防疫建设地县内所有建案甲协照，同时就累犯部分爱动法。竹北市长陈朝峰针对建案周边道路宣布封路，禁止停车，祝福环保部完成地下站结构，恐惊一个绑路。整个通行车道的不通，那这个在人行道部分，我们的居民呢，还是可以透过我们的人行道来进出自己的家门。很奇怪，已经一直重复在发生了，为什么都没有一个官员，他们可以出来保护我们？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怕建商呢？检察院公布杨文科去年选举受防疫建设87万政治现金，县议员欧阳婷告质疑因关系密切，帮助建商。杨文科回应伫竞选期间接受政治现金拢是合法收申报，并无不法对价关系。针对建商绝对无宽待，会尽全力为人民安全把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建商。